Ansel 啊，再講一次啦，我哋嘅季軍戰咧係2個回合嘅，2個回合啊 Ansel，OK， 2個回合。咁究竟邊個獲得我哋季軍咧？好快就知道啦。Tegan，you ready？ 觀眾俾掌聲佢哋，我哋季軍戰正式開始 ，Let's go！ 唔需要抌啊，開到啊！哇！ 第一班2000嘅分數都非常接近啊！有班暫時係鋪到黃勝嘅。Yeah。 慢慢嚟。掌聲兩位，亦都睇一睇我哋屏幕啦。咁頭先暫時第一回合咧。